日要同大家拆解一個高達9%人都唔知嘅機艙致命冷知識，呢啲全部都係攸關生死嘅關鍵錦囊。特別是如果屋企有長者，患有高血壓或者心臟血管唔太好嘅朋友，今次呢條片你一定要徹底睇到最尾，千祈唔好當耳邊風。好多人搭飛機都有個極大嘅思想誤區，以為航機飛到去3-4萬尺高空，穿雲破霧嘅時候先至最危險，成日驚遇到強烈氣流或者亂流而失事。但係作為業內人士，今日要同大家講句大真話，當飛機進入高空平穩飛行嘅狀態之後，基本上係接近零風險。真正致命、最危險，但偏偏又被所有人忽視嘅，其實係航空界公認嘅黑色13分鐘。呢個黑色13分鐘係航空安全領域裏面最高危嘅黃金時段。具體嚟講，就是飛機起飛後嘅最初6分鐘，以及降落前嘅最後7分鐘，加埋啱好就是呢13分鐘。根據國際民航組織嘅統計數據，絕大部分嘅飛行意外，以致乘客喺機艙內急性重病發作嘅案例，全部都高度集中喺呢短10幾分鐘入面。我自己做咗航空安全資訊工作好多年，親眼見過太多完全可以避免嘅悲劇。好多時候根本唔係因為飛機本身有咩大故障，而係普通乘客缺乏咗呢啲專業嘅醫學同航空常識，起降期間隨手做咗一個看似微不足道嘅小動作，結果就搞出大頭佛，甚至當場命喪高空。今日我就用最地道、最親切嘅廣東話，逐點同大家詳細拆解。喺呢13分鐘高危時段入面，有3件極度危險，千祈唔好做嘅傻事。同時亦會提供4條專門為長者同體質虛弱人士而設嘅搭機保命指南，字字珠璣，保證冇半句廢話。黑色13分鐘內3件千萬不能做的致命傻事。第一件最容易犯，亦是最致命嘅錯誤，喺飛機起飛或者降落期間，突然彎腰去執地下跌咗嘅嘢。我先為大家講述一個真實嘅民航航班個案，保證大家聽完之後背脊發涼，引以為戒。就在早1-2年，有一班由外地飛返香港嘅民航客機，當準備降落嘅時候，機艙廣播已經發出咗安全提示，要求所有乘客坐好，扣緊安全帶，收起座位前嘅小桌板。全機乘客當時都乖乖地坐定。點知喺呢個時候，有一位年約60幾歲嘅大叔，佢戴住嘅老花眼鏡唔小心掉落咗去前面座位嘅椅底。佢當時冇諗咁多，只係出於本能反應，好用力、好快速咁起埋身，彎低條腰，想去執返副眼鏡。就係呢一個睇落平無奇，喺屋企做過無數次嘅動作，直接毀滅咗佢嘅晚年生活。當飛機完全降落，喺跑道停穩之後，救護人員即刻接報上機進行緊急搶救。當時呢位大叔已經陷入咗深度昏迷，送到醫院之後，經過電腦掃描檢查，證實佢腦部出現大面積嘅血管爆裂，成個腦袋都係血。雖然最後保得返條命，但就留低咗非常嚴重嘅終身癱瘓後遺症，從此失去咗自理能力，唔可以再過正常生活。好多人聽到呢度都百思不得其解，只不過係彎個腰執件行李或者執副眼鏡啫，點解會搞到中風腦溢血咁大件事？當中嘅航空人體力學同病理學原理，大家今日一定要牢牢記實。飛機喺跑道上加速起飛，或者在高空急速減速降落嘅過程當中，成個機艙會產生極之強烈嘅慣性離心力以及氣壓急速變動。喺呢種特殊環境下，人體全身嘅血液循環會受到巨大嘅外力衝擊。當我哋正常靠實椅背坐直嘅時候，人體嘅血液循環系統處於一個相對穩定、有支撐嘅狀態，身體嘅血管完全有能力去適應呢種壓力變化。但係如果你偏偏喺呢個起降嘅骨折眼上，突然間快速低頭，將上半身完全彎低，你全身嘅血液就會喺地心吸力同飛機巨大慣性力嘅雙重夾擊之下，喺一瞬間排山倒海咁湧上你嘅腦袋，導致你嘅顱內血壓在短1-2秒之內急劇飆升。對於年輕人、血管彈性好嘅人嚟講，可能只係一陣頭暈。但係對於血管已經開始硬化、彈性變差嘅60-70歲長者，或者長期患有高血壓、中風前科、血管本身已經好脆弱嘅朋友嚟講，呢一瞬間嘅高壓血流衝擊，簡直就是致命嘅。本來就已經繃緊、脆弱嘅腦部微血管，根本承受唔住呢種突如其來嘅逆壓，會好似吹爆氣球咁，直接喺腦入面爆裂，引發急性出血性腦卒中，即係俗稱嘅腦溢血。呢啲絕對唔係危言聳聽、嚇唬大家嘅故仔。呢個係航空醫學界用無數血淋淋嘅真實意外所總結出嚟嘅鐵律，所以各位街坊老友，請你哋死記住呢條規矩，喺飛機起飛同降落嘅黑色13分鐘之內，無論你係跌咗手提電話、銀包、身份證，定係幾多百萬嘅貴重物品，
一概唔好彎腰去執，同我乖乖地、緊緊地靠實座位、椅背坐直個人，放鬆身體，調節呼吸。一定要等到飛機完全停穩，頭頂上面個安全帶指示燈叮一聲熄咗，你先可以解開安全帶起步去執嘢。多等呢2-3分鐘，可能行事上轉折少少，麻煩少少，但係換返嚟嘅係你自己條命同埋後半生嘅健康，呢筆數絕對劃得來。第二件千祈唔好做嘅危險事，喺飛機起降期間死忍尿。好多長者或者性格內向嘅街坊，平時搭飛機都有呢個衰習慣。大家往往太過體諒人，太怕麻煩到其他人，結果顧及咗人哋嘅感受，反而害苦咗自己嘅身體。舉個常見嘅例子，好多坐喺窗口位嘅朋友，當自己想去洗手間嘅時候，見到中間同走廊位嘅乘客正喺度合埋眼瞓覺，就覺得唔好意思，叫醒人哋，讓人帶開，於是就選擇死忍。又或者有人喺上飛機之前，或者喺機上飲多咗2杯水，當飛機開始廣播要降落，空中服務員全部就位，全機禁止走動嘅時候，突然間尿意襲來，佢哋就選擇硬生生咁死頂。各位千祈唔好以為忍尿只係會令到個肚皮唔舒服，忍過咗就冇事。喺飛機呢種高空高壓嘅特殊環境之下，死忍尿根本就係拿自己條命嚟搏。大部分普通人都唔知，飛機在起飛同降落嘅階段，外界嘅大氣壓力會發生劇烈嘅變動。雖然現代客機內部都有非常先進嘅機艙加壓系統，但呢個系統係無可能100%完全抵消所有氣壓差嘅我哋身體入面嘅內臟器官，其實實實在在承受緊呢種氣壓嘅劇烈波動。如果你本身已經膀胱脹滿，積聚咗大量嘅尿液，此時你嘅膀胱就等同於一個裝滿咗水、外皮繃到極薄嘅氣球。當外界氣壓發生劇變，再夾雜住飛機起飛時嘅強大推背力，或者降落時嘅巨大減速慣性，你腹部所承受嘅壓力會在一瞬間成倍暴漲。這種來自體內外嘅持續劇烈擠壓，會直接刺激人體嘅神經系統，令到交感神經陷入極度興奮嘅狀態。在短短幾秒鐘之內，你嘅血壓就會好似座火箭咁瘋狂飆升，心臟嘅排血阻力同負荷即刻爆滿。之前就曾經發生過一宗案例，有一位50幾歲嘅阿姨，在飛機準備降落嘅10幾分鐘入面，因為唔想打擾隔離位乘客休息，於是死忍住跑尿。結果在降落嘅中途，因為腹壓過高，交感神經刺激，導致血壓突發性暴增，當場引發咗極度嚴重嘅急性心絞痛。當時佢成塊面變到青白，全身冒冷汗，呼吸極度困難。客機一落地，機場急救人員就要立刻衝入艙，將佢送往醫院深切治療部。當時主診醫生講得好直白，如果再遲多5分鐘送嚟，佢個心臟就會因為負荷過重而停跳，後果真係不堪設想。所以喺呢度要教大家一條硬性嘅搭機守則，在辦理登機手續、準備上飛機之前，就算你當時完全冇任何尿意，都請你一定要去一趟機場嘅洗手間，徹底排空你嘅膀胱。喺飛行中途，一旦開始有少少想去洗手間嘅感覺，就要趁飛機平穩飛行、安全帶、指示燈熄滅、洗手間仍然開放嘅時候，即刻起身去解決，千祈唔好拖延。而一聽到機長廣播話飛機即將準備降落，安全帶燈重新亮起嘅那一刻開始，你就要立刻斷咗想去洗手間嘅念頭，乖乖坐好。如果萬一你在起降期間真係忍到去極限，覺得個肚脹痛到頂唔順，甚至開始身體發抖、心跳加速，記住絕對唔好夾硬死頂，請你立刻高舉你嘅雙手，或者按頂部嘅呼叫鈴，直接向空中服務員求助。機組人員擁有非常專業嘅應急處理程序，佢哋就算用特別安排協助你，都總好過你一個人坐在位度死忍，最終誘發心腦血管急性疾病。兩權相利取其重，安全永遠係擺喺第一位。第三件高危嘅衰習慣，戴住高科技嘅主動降噪耳機，全程熟睡，甚至全程合埋個嘴，唔做任何吞嚥動作。呢個問題，現時許多年輕人或者自恃成日搭飛機嘅商務、商旅人士最容易中招。依家好多人搭飛機，純粹只係當個機艙係睡眠艙，一上到機坐低就立刻戴上眼罩，塞住對1000幾2000蚊嘅高級主動降噪耳機，然後就全程閉上雙眼大睡特睡。甚至乎喺最危險、氣壓變動最劇烈嘅起飛同降落階段，佢哋都完全處於深沉睡眠狀態，對外界毫無反應。又或者有啲人雖然清醒，但習慣全程閉目養神，緊閉雙嘴，坐定定一動不動。大家以為咁樣做又安靜又舒服，係最好嘅休息方式，但其實你正喺度默默地親手摧毀緊你自己嘅耳膜。
呢當中嘅醫學原理雖然好專業，但其實非常之容易明白。當飛機由高空開始降落，飛行高度急速下降嘅時候，機艙內嘅外界氣壓會不斷快速地升高。然而，此時我哋耳朵入面鼓膜內側嘅鼓室卻仍然維持緊萬尺高空時嘅低氣壓狀態。咁樣一嚟，就會在耳膜嘅內外兩側形成一個外高內低嘅強烈氣壓差。在這種情況下，你嗰層薄薄嘅耳膜就會被外界不斷增加嘅高氣壓夾硬向內裏擠壓同埋拉扯。如果人喺清醒嘅狀態之下，我哋隨便吞啖口水、打個喊路或者咬下嚼下嘢食，我哋面部同喉嚨嘅肌肉運動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打開連接中耳腔同埋咽喉嘅耳咽管。耳咽管一打開，空氣就可以流通，從而即時平衡返耳膜內外兩邊嘅氣壓，你對耳就唔會受到任何創傷。但係如果你喺飛機降落嘅時候處於深度睡眠當中，你身體大腦嘅自主吞咽功能就會陷入停頓，你嘅耳咽管就會一直保持閉合嘅鎖死狀態。喺呢個時候，整整10幾分鐘嘅強烈高壓擠壓會直接對你嘅耳部、微血管同神經組織造成物理性損傷。情況輕微嘅會令你患上航空性中耳炎。客機落地之後，你會一連幾日覺得對耳又痛又自帶耳鳴，好似隔住層耳塞聽嘢咁。塞住好難受。如果情況嚴重，本身又有鼻竇炎嘅話，巨大的氣壓差甚至會直接導致耳膜充血、微血管破裂，甚至乎耳膜穿孔出血，直接損害你嘅聽覺。特別是如果有感冒、鼻塞或者流緊鼻涕嘅朋友，你嘅鼻腔黏膜已經腫脹，氣道本身就已經塞實咗，氣壓更加無法透過耳咽管自然流通，此時你耳膜受傷嘅幾率簡直是直線翻倍。另外，帶住小朋友或者孫仔孫女搭飛機嘅父母長輩，呢一點要特別注意。小孩子嘅耳膜發育尚未成熟，非常之幼嫩同脆弱，佢哋對於氣壓劇烈變動嘅耐受度同調節能力，比我們大人差好多。所以在飛機起飛同降落嘅階段，千祈唔好由得身邊嘅小朋友瞓死。如果佢哋瞓緊，盡量喺降落前整醒佢哋。如果佢哋因為對耳痛而喊，各位家長亦都唔好太過慌張，因為小朋友大聲喊叫或者喺度飲水飲奶嘅過程當中，佢哋嘅吞咽同口腔運動啱好可以幫助打開耳咽管，平衡氣壓。所以想要平安舒服咁度過呢段黑色13分鐘，最簡單而有效嘅方法就是在飛機起飛同埋降落嘅時候，自覺咁除低你嘅降噪耳機，保持精神清醒。在座位袋度攞支暖水出來，不時慢慢飲幾啖，或者喺口入面嚼下香口膠，保持規律嘅吞咽動作，咁樣就可以輕鬆避開耳部受壓損傷嘅風險。4條業內先知超實用嘅長者搭機保命貼士。講完以上3大致命嘅機艙禁忌之後，接下來我再同各位長者、體質虛弱或者有長期慢性病嘅街坊朋友分享4條在民航業內大家心照不宣，但普通乘客好少會清楚了解嘅超實用搭機保命貼士。呢4招關鍵時刻真係可以救你一命。第一招，急救藥物嘅正確擺放方式，呢個小細節在關鍵時刻係可以幫你同死神搶回一條命。好多患有高血壓、冠心病、糖尿病或者哮喘嘅長者，依家出門旅遊都好有安全意識，知道要隨身帶備急救藥物。但根據我們在機艙觀察，有高達90%嘅長者都擺錯咗個位置。老人家好習慣將成個藥包塞入去隨身攜帶嘅手提行李袋入面，然後一上到飛機就將成個袋塞入去頭頂上方嘅行李架入面。睇落去個座位空間好整潔、好寬敞，但其實咁樣做暗藏住巨大嘅致命危機。一旦飛機在起降或者飛行中途遇到突發嘅強烈顛簸，安全帶指示燈立刻亮起，全機乘客禁止離座。如果喺呢個時候，你突然間覺得胸口極度悶痛、頭暈眼花、心慌氣喘、心臟病或者高血壓即將發作，在這種緊急情況下，不論是你自己定係你身邊嘅親屬，都絕對被禁止起身去打開頭頂嘅行李架攞藥。就算你大聲呼叫空中服務員幫手，但在危急關頭，面對行李架入面密麻幾十個一模一樣嘅行李袋，空姐在短時間之內根本無可能準確判斷到邊一個袋先係屬於你嘅，更加無可能在幾秒鐘內幫你搜出藥丸。呢度耽誤嘅3幾分鐘，往往就係錯過咗最黃金嘅心梗、腦梗急救時間。所以行內有一個萬無一失最保險嘅藥物擺放方法，一上到飛機坐低之後，請你立刻將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降血壓藥或者胰動素等最核心嘅急救藥物
從大袋入面拎出來，直接放喺你當時着緊嘅外衣口袋、褲袋，或者係牢牢拎喺手上面呢啲隨手一摸就可以立刻拎到嘅地方。更進一步，最好手寫一張簡單嘅細紙條，用原子筆清清楚楚寫明本人患有高血壓、冠心病，急救藥物擺放在我右邊外衣口袋入面，每日劑量為 XX， 然後同個藥丸放埋一齊。萬一你真得不幸在機上感到極度不適，甚至乎已經神志模糊，講唔到嘢嘅時候，你身邊嘅隔離位乘客或者前來協助嘅空姐，一摸你個袋就可以第一時間解到藥物，並進行正確施救，真正做到同死神爭分奪秒。第二招，識得點樣正確飲水，高空之上千祈唔好亂戒水。好多老人家都有個觀念，覺得喺飛機上出入洗手間要麻煩到同排嘅乘客，又怕自己腳軟，在狹窄嘅機艙行路不便，於是為咗唔想頻繁去洗手間，佢哋會在搭飛機嘅好幾個鐘頭入面，隔硬滴水唔沾。我必須嚴肅咁同大家講，呢個做法係大錯特錯，而且非常之危險。喺萬尺高空之上，機艙內部嘅空氣係經過高空循環加壓嘅，內裏嘅環境其實極度乾燥，相對濕度往往遠遠低於地面上嘅沙漠。在這種高乾燥環境下，人體內嘅水分會透過你嘅每一次呼吸以及皮膚表面，在不知不覺間極速流失。如果你長時間唔去補充水分，你全身嘅血液容量就會減少，血液會不斷濃縮，粘稠度會在短時間內瘋狂飆升。對於本身血管就已經有粥樣硬化斑塊或者高血脂、血液粘稠度本來就偏高嘅長者嚟講，咁樣做會大大增加下肢深靜脈血栓以及急性腦梗塞，即係縮血管引致嘅中風嘅致命風險。不過喺飛機上飲水都好講究技巧，唔可以大口大口咁猛灌，更加唔可以亂咁飲嘢。最穩陣、最健康嘅選擇係向空姐要常溫嘅暖水，採取少量、多次、細口慢飲嘅方式，每隔20分鐘左右就抿1、2口，維持住身體嘅水分平衡，確保血液循環暢通無阻。同時，長者在機艙內要牢記2大飲水禁忌。第一，千祈唔好飲冰水或者含冰塊嘅嘢飲，因為高空環境本身就令身體敏感，低溫嘅冰水一吞落肚，強烈嘅寒冷刺激會令你全身嘅微血管產生劇烈嘅反射性收縮，導致血壓突發性急升。第二，千祈唔好飲汽水、可樂或者有氣嘅氣泡水，因為根據物理學原理，高空上嘅低氣壓會令到碳酸氣體在人體胃腸道內大幅度膨脹。你飲咗大量有氣嘢飲，個胃會好似充咗氣咁脹住，向上頂住你嘅橫膈膜，進而引發胸悶、心慌、呼吸不暢順，無形中大大加重咗心臟嘅功能負擔。第三招，搭飛機嘅穿衣配搭極有講究，鬆弛舒適先至係最安全。現時好多街坊出門旅遊都好中意著得靚靚咁去打卡，特別中意著一些貼身剪裁嘅緊身衫、束腰褲，或者將條皮帶鎖得好實，鞋帶亦綁得緊緊。雖然望落去好精神、好有型，但呢一類緊身嘅衣物其實完全唔適合着去搭飛機。正如前面所講，在飛機起降以及高空飛行嘅高氣壓、低氣壓交替環境之下，人體嘅內臟、器官以及四肢末梢其實都會產生一定程度嘅輕微生理性水腫同膨脹。如果你着住過於緊身嘅衫褲，或者將皮帶同鞋帶束得太緊，呢些外在嘅物理束縛就會好似止血帶一樣，夾硬壓迫住你表層嘅外周血管，嚴重阻礙血液嘅正常回流。尤其係當你面對長途飛行嘅時候，下肢長期坐在狹窄嘅座位度，無法動彈。如果再加上緊身衣物嘅壓迫，下肢嘅血液回流會變得極度緩慢，好容易就會在靜脈血管入面形成血栓。呢個就係醫學上大名鼎鼎，俗稱嘅經濟艙綜合症。一旦飛機落地，你突然站立，呢啲血栓掉落，隨血液流回肺部，就會引發致命嘅肺栓塞。因此，強烈建議各位長者同街坊搭飛機嘅時候，衣着方面一定要優先揀選鬆身、有彈性、透氣度高嘅棉質運動衫或者休閒服。上到飛機坐低之後，可以自覺咁將皮帶放鬆1、2個扣，甚至將鞋帶略為解鬆。如果隨身有帶嘅話，可以換上飛機提供嘅軟綿棉拖鞋，確保你整雙腿同埋全身嘅血液循環都暢通無阻，減少咗身體嘅外在束縛，自然就能夠平安舒服咁度過成個飛行旅程。第4招，必須調整好自己嘅心態，情緒穩定先至係最好嘅護心良藥。
在實際工作入面，我見過太多平時好少出遠門或者第一次搭飛機嘅長者朋友，他們由一進入候機室開始，整個人就處於一種極度焦慮和恐懼嘅狀態。上到飛機之後，全程緊張到兩邊，手心不斷出汗，全身肌肉緊繃僵硬。飛機只要稍微遇到一丁點氣流，產生少少震動，他們就會嚇到臉色發青，兩隻手死死咁握住座位兩邊嘅扶手，大口喘氣。各位街坊老友，大家一定要明白一個基礎嘅醫學常識，人體嘅情緒同埋血管血壓係直接掛鈎嘅。你嘅情緒越是緊張、驚恐，你大腦內分泌嘅腎上腺素就會越多。呢種激素會令到你全身嘅心跳加速，血管劇烈收縮，血壓在短時間內爆發性升高，從而令到心臟血管嘅負擔幾何級數咁增加。好多時候，這種因為主觀、過度焦慮、驚嚇而引發嘅心臟病變，對身體所造成嘅實質性傷害，遠遠大過那幾秒鐘輕微大氣亂流所帶來嘅物理影響。所以，如果是同屋企人、後輩一齊出門旅行嘅，我們做後輩嘅，在飛機起降期間，一定要多啲陪伴長者傾下偈，講下等陣落地之後有咩好食嘅餐廳，有咩靚風景可以睇，用輕鬆嘅話題去分散他們嘅注意力，舒緩他們緊張嘅神經。如果是獨自搭飛機嘅長者朋友，你可以在手上玩下手串，手捏一下減壓球，甚至乎簡單地用兩隻手反覆揉捏一兩張面紙，互相搓下雙手。呢些規律嘅手指微動作，在心理學上都可以非常有效地減輕大腦嘅焦慮感。同時配合均勻嘅深呼吸，慢慢用鼻吸氣，再慢慢用口呼氣。你要在心入面話給自己聽。現代民航飛機其實係全世界安全係數最高、發生事故概率最低嘅交通工具，有最專業嘅機長同空姐在守護住大家，放鬆心情就一定完全無事，平安出行，積福家庭。其實呢個令到好多人聞風喪膽，聽落去好似好恐怖嘅黑色13分鐘，根本就冇大家想象中咁樣妖魔化同可怕。在航空醫學和安全專家嘅眼裏，高空上出現嘅絕大多數突發急性悲劇，背後嘅本質原因，通通都係由於乘客自身嘅無知、大意以及疏忽所一手造成嘅。只要我們每一位出門在外嘅街坊老友，能夠牢牢記住今日所講嘅內容，完美避開彎腰執地下嘢、死忍尿以及高危起降期、熟睡閉氣呢三大致命地雷，並且在行前做好急救藥物、隨身帶、高空科學、分次飲水、注沖身、舒適衫褲以及維持情緒平和穩定呢4項基礎嘅身體護理，那麼即便是大家眼中的高危時段，都一樣可以變成一段再普通不過、既安全又溫馨嘅飛行時光。我自己做咗航空安全宣傳咁多年，每一次在新聞或者在工作報告上見到一單又一單原本完全可以靠一個簡單常識就能夠避免嘅家庭悲劇，我內心都覺得無比痛心。大家辛苦工作，操勞了大半輩子，依家到咗銀髮之年，開開心心咁北上消費或者南下探親出遊，為嘅不過就是享受生活，同屋企人共享天倫之樂，平平安安出門，高高興興返屋企。千祈唔好因為短短10幾分鐘內嘅一兩個壞習慣或者一時疏忽，而令到一場本該充滿歡聲笑語嘅開心旅程，最終演變成無可挽回嘅終身遺憾。希望大家今日睇完呢條片，吸收到呢啲救命嘅知識之後，千萬唔好自己睇完，自己知道咗就算數。請你哋動動手指，將呢條片大力轉發出去，俾你屋企嘅長輩、老豆老母、老爺奶奶，以及身邊經常需要出差、外遊旅行嘅親朋好友。你一次小小的善意點擊和提醒，在關鍵時刻，隨時隨地可以幫一個家庭避過一場致命嘅災難，助人利己。呢個亦都係為自己、為屋企人積福。喺度由衷咁祝願每一位出門在外嘅街坊老友，你們以後搭飛機嘅每一次起飛都平安穩妥，每一次降落都順利無憂，健健康康咁去睇盡呢個天下間最靚嘅風景，平平安安、精精神神咁返到自己溫暖嘅屋企。